讲到这台股起起落落，拜一大落，今仔日又搁再冲悬，捌冲到2万点，落尾是起670点，是有史以来起第2多，收伫咧20501点。台积电股价也起54块，来到869块。初五50拜一，台股大落1807点，是历史上一个手落上济。毋过隔顿到就大变盘。 先开悬了后走低，情形真无稳定。压制空方的气势，大起670点，创下历史上第2，一个手起上济，收伫咧20501点。三大法人拢总买超262亿，其中外资又买转买超台股243亿。以台湾的基本面，这个价位，市场外资应该会吸引更多外资进来，台币应该也慢慢会转强。台股反弹，主要大型发达股投入资金，尤其台积电。 前一天股价大落，捌甲落定，毋过拜二就随强势反弹，大起65块，收伫880块，晚近起定计数，一天投入差不多1条6900万，期待搁转去22条。毋过，就惊台股起的局势，敢若延期一天。面对全球股灾，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话讲，政府相关部会拢会做好准备。我们也希望股市能够自主、健全的往健康的方向去走，我们会密切的观察。 请大家能够安心。外界解读，金管会感谢来救股市，有2大苹果的指标，包括政府担保逾期率，感谢落破158%，产生融资断头，也有外资借款卖出，感谢落破3.76%，显示外资偏空操作。信用交易之整户担保维持率为153.74%，外资借券卖出是3.34%，依照当下。 整体市场环境及国际情势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考量及判断。这个台股大落，融资追缴令其实顶礼拜5就已经发出来，不过证交所烦恼的违约交挂真正发生啊！到早起11点为止，已经有10间券商通报，拢总有13户无纳钱，累计违约交挂金额差不多是2亿3000万的台票，占成交量差不多1/1.87%，交挂的风险还阁伫会当控制的范围内。 毋过，初五大落1807点，以交挂的制度，初七无排除，也有搁较侪违约交挂产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